你妈按的手印，80块钱，你现在是我的人啦，咱们今天就入洞房。80块，他可真舍得贱卖啊！李叔上个月卖了头猪还120呢。你个坏种，精神病！除了我要你，其他还有谁要你啊？给我抓住他！他们说我是精神病，你就真敢信啊？精神病杀人可是不犯法的。妖女！我叫陈星，被拐12年，转了40。乖巧听话的时候，他们说我是赔钱货；当我学会用拳头和刀子讲话，他们又叫我天生坏种。也好，至少没人再敢随便买我了。还有谁想试试？正好，我好久没有练手了，正手痒呢。不。最后的晚餐总得吃点好的。你的猪，你的钱，找你的岳母要去。你把她嫁给我当媳妇儿啊？她差点废了我，还伤了我的猪圈。我跟你说，这媳妇儿我可是不要了，你退我彩礼，而且赔我猪钱。对，赔钱，赔我们医药费，赔钱！哎呀，消消气，都消消气！见这坏种的人，马上就来了。那可是开小轿车的有钱人。我告诉你们，随便拔一根汗毛，都够赔你们100个猪圈。我那对爸妈，在我被拐后，就迫不及待领养了一个孤儿院的女孩，视如珍宝。这次若不是李队长说追踪到人贩子账户里有陈氏的转账记录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去。可算是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陈星，你亲爸妈来接你了，你赶快走吧。终于来了。既然我回来了，那陈家的一切就只能是我的。这么多年不找我，现在这么积极，我倒要看看陈家和拐卖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。要不是老头子把陈家1半的财产留给这死丫头，说找不到就捐出去，这野丫头谁想认谁认？没规矩！赶紧领完遗产就把这个死丫头送出国，省得丢人现眼。你是在嘲笑我？小姐，我可是陈家的老人了，有些话我得提醒你。陈家是京市的豪门，老爷最在乎颜面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跟林月小姐多学习。林月小姐可是一条看门的狗，竟然敢对主人呲牙！你这样对我，老爷和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一条看门狗而已，你死了，陈家只会换条新的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道歉是最没用的，我不喜欢。不，
你回到陈家以后，一定有用得上我的地方。小姐，请您送手。我的谢谢你。哎呀，大这么哎，我。记住刚刚的感觉，好好做一条听话的狗。是小姐，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以后绝不能招惹他。呸！终于把这个小坏种送走了。小骚货，养了你好几年，也该让你爹尝尝滋味了。滚！当初怎么瞎了眼，买了你这个坏种？怕是不行呢，这里有吃有喝，我可舍不得。不然，我一把火把这里都烧了，什么都烧没了，我就只能离开了。怎么样？他那么有钱，都不说给点抚养费。呸！叫这个小坏种回去折磨你们吧。星星，你的脚疼吗？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打了。嘘，很快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比起被鞭打、被虐待，这点伤算个屁。哼，虐待是他们虐待你，还是你虐待他们？打架放火，你看看你，哪有一点陈家大小姐的样子？陈总，你觉得我没有被虐待死，很遗憾。陈总，我劝你啊，别对我期望太多了，毕竟山沟里面可出不了名媛。你不行，现在还不能和他撕破脸。孩子刚回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啊，来，星星啊，你先把这个穿上吧，回头妈妈再给你买新的。比起那些裹不上脚的破布，强多了。谢谢陈夫人。星星，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？陈夫人，几滴眼泪，一双破鞋，就想让我认你？你这个妈，未免也太廉价了吧？星星，妈妈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星星，这是你的妹妹林月。你怎么啦？为什么在这里哭啊？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就是在那里跟他们走散的，你能陪我过去找找吗？我……求求你帮帮我吧！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跟我走吧。到了，就在那里。救我！救我！好好享受生不如死的日子吧，一切都是我的了。爸爸妈妈、漂亮裙子和大小姐的身份。原来是你呀，姐姐，你怎么在外面还穿拖鞋啊？陈家最注重规矩了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失礼了。星星刚回来，明天妈妈就带你去买啊。贱人，刚回来就跟我抢妈妈，陈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
我能卖你1次，就能卖你第2次。妈妈，姐姐在外面吃惯了苦，怕是一时也用不习惯这么多好东西。我那里还有很多没有用过的衣服鞋子，不如就先用那些吧。月月啊，真是懂事。姐姐是我的亲人，我当然要处处为姐姐着想啦。姐姐啊，你以后就跟着我，豪门的规矩我慢慢教给你啊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跟我讲规矩？记住，今天我回来了，以后我就是规矩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？我也是想帮你啊。一个鸠占鹊巢的赝品，身上穿的，头上戴的，本就应该是我的。你配吗？够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回来就能决定我们陈家的事情？是，你被拐走了，你受苦了，但是也不是月月的错呀。不是他的错，那就是你的错了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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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别冲动，别冲动啊！你该不会忘了，当年我为什么会被拐走吧？你自己在这玩吧，我去踢球，回去不许跟爸妈告状。哥哥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就在前面。当年是你想出去玩，你就拿我当借口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小公园里面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被拐走？你都还记得？我记着的事情还多着呢。记得，他知道拐卖他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怎么可能不拆穿？对，就见了一面，他不可能认出我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道歉有什么用啊？你是能替我挨鞭子呢，还是能够替我被拐卖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说点实际的吧。我要你手里1半陈氏的股份。1半？1半？股份是爸爸的命根子，除了大哥，连我都没有。真心敢觊觎公司的股份，爸爸一定会把他赶出去的。这是我爸给我的，我也决定不了。哦，陈总，怎么说？哎呀，你又不参与公司的管理，你要那些股份也没用啊！你管我有没有用？给还是不给？星星，你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不会再吃苦了。吃穿用度，妈妈都给你准备最好的，不会让你缺钱的啊。那看来就是没得谈了。哎，你等等！我给。这就对了嘛。算了，让你再多活2年。我求了那么久都得不到的股份，凭什么他一来就可以给他？不可以！姐姐，是我占了你的身份，是我的错。可股份关乎着陈氏的根基，你从小在山里长大，什么都不懂，万一被人骗走，那可是会毁了陈氏的。没错，月月说的对呀。星星，你以后啊多跟月月学学啊。哎呀，手滑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姐姐也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
你这绿茶的功夫还赶不上我们村口的李寡妇，这股份我要定了，不爽也得给我忍着。我的房间在哪儿？在楼上。带我过去。好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之前，我要看到那份股份协议。我说你们俩，他在外面都已经被养废了，把他领回来就是个祸害，他早晚把咱们一家都害死啊！他不回来，陈家一半的家产都得捐出去，这么大的损失你给我补啊！什么？一半？我爷爷疯了啊！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在他没有签字放弃和转让遗产之前，他再疯再闹，你们也得给我忍着，听明白没有？老头子到死都偏心这个贱人，那些家产都该是我的。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大小姐把月月小姐房间的东西全扔出去了，说那个房间是她的。什么？我的东西，他凭什么动？必须找到林月拐卖我的证据，不然光凭我的记忆，肯定定不了他的罪。陈星被拐走时带着的玉坠还放在房间里，绝不能被他看到。东西，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？你现在是陈家养女，想什么没有？哼，陈家那个死老头子到现在还不死心，为了找那个贱人重金悬赏。这个玉坠就是信物，他永远都别想再回来。陈家只能是我的。这是什么？别动我的东西！你的东西，拿过来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星星的玉坠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因为他就是当年的人贩子。当年我被人贩子拐走之后，这玉坠就被人贩子给抢走了。现在这玉坠在你这里，难不成你就是那个人贩子？不行，绝不能承认，不然不但会被赶出陈家，还会坐牢。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这个玉坠是陈家人的象征，每个孩子从出生都有。星星这个是老爷子亲手给星星戴上的。对，陈家人的象征，哥哥和姐姐都有，只有我没有。我来到陈家，把你和爸爸当成自己的亲生爸妈，我也想变成陈家人，所以我就把你们给我的零花钱攒起来，找人做了个一模一样的玉坠，还在上面刻了我的名字。
傻孩子，你怎么不早跟妈说呢？对不起啊，是妈忽略了你，对不起啊。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免得坏了李队长的计划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以后这件事情都不要再提了。怎么能不提？他打伤了月月，把月月房间弄乱了，必须给月月道歉。给我闭嘴！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呀。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你就是嫉妒我们都对月月好。月月这些年聪明善良又懂事，一直都是她陪着我们。妈妈生病的时候也是月月陪着。你呢？你在哪儿？你说我在哪儿？我在被人虐待、殴打。就算你受了委屈，那也不能拿月月撒气啊！你也有自己的房间。你说的是那个杂物间？杂物间？怎么回事？记住刚刚的感觉，好好做一条听话的狗。是月月小姐。月月小姐说，大小姐在乡下长大，住杂物间就够了。听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懂事、善良的好妹妹。林月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我是好心。我想着姐姐是从乡下来的，一时改变生活环境，她可能会接受不了，所以才……好了，妈妈知道月月是好心。既然这么好的话，以后那个房间就是你的了。我怎么能住杂物间？星星能住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住啊？啊！按照他说的做。星星，你看爸爸这么安排还可以吧？听到了吗？多跟陈总学学，短剧里面偏帮假千金、苛待真千金的戏份，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不想挨揍的话，以后就给我滚远点。妈！林月，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这样，妈给你房间呢，派人重新装修一下，都用最好的啊。那太好了，那把我的先装修了吧，毕竟二手的嫌脏。陈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认人贩子做女儿，我在地狱求蛇，你们却在享尽天伦之乐。小贱货，黑钱货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求你别打我了。月月慢点啊！你个小贱货！你们再欺负我一下试试！你怎么这样呢？你是男生，怎么能欺负女孩子呢？既然我回来，那就好好清算。星星，我知道你不想回陈家，可现在拐卖团伙的线索全部都在陈家。如果你继续留在村里，对找出拐卖团伙的幕后黑手没有什么帮助。你能不能……我回去。谢谢，我替那些被拐卖的孩子，谢谢你。丽叔，您不必这样。当年要不是您救了我，我早就死了。况且，我这次回去也不光是为了抓到那些人贩子，
我的好家人，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了。从你爷爷去世后，他们就开始大力寻找你。这几天我就找机会去趟陈家，把你的位置告诉他们。李队长，林月就是当年拐走我的人贩子。李队长，陈家养女林月就是当年拐走我的人贩子。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不过，证据已经被林月给破坏掉了。不过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救我！救我！他背后还有更大的团伙，涉及器官买卖。你千万不要激怒他，更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李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别的办法，一定会让他露出破绽的。回到陈家感觉怎么样？李队长，如果我和林月发生冲突，算是殴打嫌疑人吗？不算，但是不要把人打死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李队长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那些被拐卖的孩子，还要指望您呢。好。精神病杀人，需要偿命吗？星星，你脚受伤了，我来给你上点药。陈夫人，你不用这样，我这点伤不算什么。星星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是啊，以后你和月月吃穿用度一样，我绝不偏心。只是星星，月月从小娇惯，没受过什么委屈，所以陈夫人觉得我在狼窝长大，就活该受委屈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你突然回来，月月一时接受不了，能不能等她生日宴之后，我们再找个时间对外公布你的身份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啊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月月，免得她伤心。等等，我虽然答应了，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吃亏，只要陈夫人愿意把林月用我身份这些年所有的花销折合成现金给我，我自然会乖乖配合的。我这个人很有信誉的，从不食言。18年，月月每月开销就有100万，这陈夫人，这就嫌多了。刚刚陈夫人不是还说要补偿我吗？星星，你要那么多钱也没用，不如有没有用那是我的事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还是说你刚刚说的补偿只是嘴上说说？那如果要是不给的话，那林月的生日宴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就对了嘛，陈夫人。那咱们就好好算算，18年，林月每月的生活费100万，一年就是1200万，18年就是2亿1600万。陈夫人，你是现金呢，还是刷卡？
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啊，不如把城南的别墅给你吧。哎呀，慢点儿！哎呀，哎呀，星星，喜欢这里吗？这里啊，可是爷爷专门为我们小星星打造的星星城堡。陈夫人，拿我的东西来平我的账，你这算盘打的就不怕崩着自己啊？星星，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这样斤斤计较，一点不像名门淑女。陈夫人，那你去把这18年我经历过的痛苦，你去经历一遍，看看你这个豪门贵妇还能不能做得起来。陈夫人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快点做决定。我这个人很没有耐心的，说不定我一会儿就后悔了。我去筹钱。慢着，以后进我房间的时候记得敲门。豪门贵妇，哼，不该连这点教养都没有。谁让你招惹他的啊？家产没拿回来，又让我损失2个亿，蠢货！我这不也是心疼月月吗？他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他什么都要争，是不是只要是月月的东西他都要抢啊？您不是答应要把城南别墅给我当嫁妆的，怎么能？你的嫁妆？星星，你别多想，你走丢之后，是月月留在了我的身边，她也是我的女儿，所以你就把我的东西随便送人。我是丢了，不是死了。你在外面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死了？姐姐，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跟我抢？不就是一套别墅吗？既然已经送给月月了，怎么还能再要回来呢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再盖一个就好了。怎么能这样斤斤计较，惹月月伤心呢？给月月道个歉吧。道歉是吗？这样的道歉，你还满意吗？你有病啊！你又治不了。天黑之前，我要看到2亿1600万的转账，还有陈默手里陈氏1半的股份。至于我的城南别墅，怎么拿走的，怎么给我送回来，少一根草都不行，否则这就是后果。贱人，既然你不肯乖乖死在山沟里，那我就亲自送你上路。爷爷，我回来晚了。星星，你已经获救了，该跟家里人团聚，进去吧。好。爸爸，月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，别淋坏了。爸爸把爷爷送走就回来。怎么不进去啊？算了，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李队长，
抓拐卖团伙需要线人吗？我可以。星星，你爷看到你这样会难过的。确定了，吊坠和林月身上的那个胎记都可以证明，她就是当年拐卖我的那个小女孩。可以抓人了吗？再等等，这个犯罪团伙背后盘根错节，还涉及境外器官买卖，林月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，一定要顺藤摸瓜，铲除他背后的势力。好，爷爷，你再等等阿星。周医生说你很久没去做心理治疗了。我会去的。星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提车。好。李队长，陈星他怎么样了？医生正在帮他处理。怎么样了？我们尽力了。星星，星星！死了？那老头子留给他的半数家产，不是都要捐给那个该死的拐卖救助基金啊？医生，我女儿呢？我家星星呢？你让我看看她。好，他在。妈，你别这样。虽然姐姐不在了，但是我还在啊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我的星星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谁走了？星星，你怎么没事？姐姐，你干什么？妈妈是关心你。陈夫人，不要介意，星星在被绑架期间遭受了非人的虐待，所以抵触跟人接触。不用解释。怎么？我没有死，你好像很失望啊？难道撞我的人是你找来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妈妈。星星啊，月月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她本性善良，不可能伤害你的。妈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他就是一个不通人性的坏种。我是坏种？哼，那你是什么？是充话费送来的？星星，控制情绪，这里都是监控，大人会留下把柄的。好了，人既然没事就好。李队长，星星既然没事，那里面那个是撞人的嫌犯，幸亏星星反应及时，不然后果严重。该死，命真大，这样都撞不死你。反正那人已经死了，就算陈星怀疑我，也没有证据。哼！李队长，星星刚回来，又没有得罪什么人，怎么会有人要害他？我希望李队长
你们执法队能够给我一个交代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力追查。好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我要的东西呢？这份股份转让协议，2个亿，已经转入你的账户了。那就谢谢陈总了。我都已经给你那么多钱了，你别忘了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能当上陈家千金。现在你过上富贵日子，就想抛给我们。陈星回来了，他都快把陈家的家底掏空了。想要钱，就弄死陈星，不然我什么也拿不到。别跟我耍这些小心思，你想除掉陈星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再敢私自用我的人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只要你能帮我除掉陈星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除掉谁啊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都听到什么了？也没有听到多少，就是听到你要找人弄死我。你听到了又怎么样？陈家的一切都该是我的，你就应该死在那个小山沟里。你为什么要回来跟我抢？你就该死！不装了。你得意什么？要不是爷爷生前把1半的财产留给你，如果你不回来，就会自动捐助给拐卖救助基金会。你以为爸爸会接你回来？爷爷把1半的家产留给我。谢谢你告诉我。不过你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，要是被你的养父母看到了，难道不会破防吗？你以为他们会信你啊？你在他们眼里，你就是陈家的耻辱。哼，更何况这里根本就没有监控。没有监控，你还敢在我面前嘚瑟呀？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过来！你要是敢伤害我，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揍你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打你了。干什么的？月月，月月，快起来！妈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姐姐疯了，她要打死我！陈星，我以为你只是没有教养，是快了些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对妹妹下这么重的手，你太过分了！给月月道歉。你是我后妈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那为什么你问都不问，就认定是我的错？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可问的？后天就是月月的生日宴了，你把她打成这样，她还怎么见人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我的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他说你们把我接回来，是因为爷爷给我留了家产。哎呀，你打孩子干什么？后天就是月月的生日宴了，你把她打成这个样子，还怎么见人啊？你……
这可是陈家千金的生日宴，这哪来的穷鬼，这么没素质，穿个运动服就进来了？对啊，该不会是亲生爸妈身边的穷亲戚吧？应该不会。陈家千金虽然是收养的，陈家夫妻对她当眼珠一样疼。要是他家的亲戚，怎么会这么寒酸？也是，收养的都这么宠，要是亲生女儿在身边，那不得当眼珠一样疼啊！陈总，这位是……好，让诸位见笑了。这位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我夫人见他可怜，就把他接到身边。原来如此，陈总和夫人果然是菩萨心肠。听见了吗？就算是亲生的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连认祖归宗的机会都没有？不是亲生又怎样？你看我这套礼服，可是妈妈特意给我私人定制的，价值几百万呢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价值几百万的礼服没了。林月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蠢到被教训这么多次，还敢来招惹我。放开！妹妹，这可是妈妈找人专门给你定制的礼服呢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我可是连礼服都没有呢。月月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妈，我的礼服都弄脏了。没事儿。星星啊，今天是月月的生日，来的客人呢非富即贵，你吃点东西就先回去吧啊。走，我走。陈小姐，陈先生给您准备了一套礼服，我带您过去吧。好啊。把嘴闭上，林小姐放心。真没新意。陈星，你弄脏我的礼服，那我就扒光你的衣服，这就是你招惹我的代价。就凭你们几个臭鱼烂虾？我知道你有两下子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三拳敌不过四手。你别忘了，今天这个宴会都是你那个便宜爹的重要客人，你确定要搞事情？这丢的可是陈家的脸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不丢脸就行了。而且是你嫉妒我，所以找人捣乱。我可是受害者，不顾及陈家脸面的是你。都给我上！谁第一个扒光他的衣服，他就赏给谁。别客气，见者有份。陈总，这是教女有方啊！听说大小姐的话又获奖了。过奖了啊！不过我们家月月确实挺争气的啊。怎么不见大小姐呢？圈子不才，刚刚回国，都是同龄人，还是让他们年轻人多交流交流。陈伯父好。月月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啊。哦。陈总，我刚刚在仓库看到林小姐了。爸，月月说了要在生日宴上展示她的新画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？我们走吧。
就这点能耐啊，真没意思。说，他找你们来，给了你们多少钱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是专业的，绝对不会收2家钱。你给我们再多也没用。就你们几个臭鱼烂虾，还想对付我？先想想自己怎么活着出去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让你们对我做什么，你们就对他做什么。我看他身上也没有几块破布，一件衣服走一个人，想活命自己争取了。还不动，是都想死吗？别过来！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有钱也得有命花呀，宁小姐，对不住了。别过来！住手！住手！起开！这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上来吧！这怎么回事？陈星，他找那些人想把我……你，天哪，这是倒反天罡！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，竟然敢找人玷污人家大小姐！就是啊，吃人家的，穿人家的，还敢伤害人家女儿，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远房亲戚，诸位，今天招待不周，接下来陈某要处理一些家事。今天的生日宴到此结束，各位请回吧。好，是。原来陈总就是这么介绍我这个亲生女儿的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我告诉他们你是陈家大小姐，他们会信吗？星星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对月月这样？就应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，看看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。陈家的脸都丢完了。他记恨我抢了他千金的位置，楚真的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把我骗到这里，想要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月月，我也不会再护着你了。你笑什么？这么拙劣的演技也能骗过你们？究竟是你们偏心，还是你们蠢啊？说，谁让你们来的？说，爸，这些人都是他找来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说实话？我说，是他，是他让我们来的。这家人根本不在乎这个疯子，把他扔出去，或许那个小姐就能放过我们。爸，你看，他都承认了。陈星明明知道今天都是重要的客人，还在这里闹事，他就是想毁了陈家。爸，他根本没有资格做咱们陈家的人。你们两个蠢东西，真以为2句话就能把我赶出陈家？陈总，你要赶我出去吗？爸，把他留在家里，那就是一个祸害，必须把他赶走。爸，月月害怕。2个蠢货，财产还没有拿到，陈星绝不能离开陈家。这死丫头是算准了这点，才那么嚣张。你毕竟是我的亲生闺女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月月道歉，
这件事情就算了。爸，你短剧看多了吧？动不动就下跪，我不跪，也不道歉。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把我赶出去？好啊，那正好，我把陈家一半的家产，我一起带走。星星，闭嘴，别给我装慈母，我不需要。小学生都知道未见全貌不予评论。你们两个人啊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可真是白活了。陈星，弄脏我的礼服，那我就扒光你的衣服，这就是你招惹我的代价。生日宴来的都是你那个便宜爹的重要客人，你确定要搞事情？这丢的可是陈家的脸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不丢脸就行了。而且是你嫉妒我，所以找人捣乱，我可是受害者，不顾及陈家颜面的是你。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哼，看清楚了吗？你的女儿可是为了自己的脸，把你们陈家的脸都放在地上踩了。爸，星星，我打住！你该不会让我原谅他吧？星星，你已经惩罚过月月了，就算扯平了吧？扯平了？你算数是狗教的吗？他找人扒我衣服，我只是教训他而已。他对我的伤害还没完呢。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一时被猪油蒙了心，才会做这种事。我求求您原谅我吧，只要不把我赶出陈家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月月，你别这样，没人能赶你走，别这样伤害自己。哥哥，你别劝我了，是我做错了事，我不该因为担心你们有了姐姐就不要我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伤害姐姐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她。星星，月月都给你下跪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是我让他跪的吗？月月起来，起来，别求他。姐姐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你爱起来不起来，哭哭唧唧，真烦人。我们不如聊点正经的。陈总，该怎么处理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个人呢，比较务实，拿钱办事，替人消灾，我也不多要，1个亿。1个亿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要不你替他给？你，我呢很有职业操守，给了钱这事儿啊，就算翻篇了，我也绝不会再提。不过要是不给钱的话，我这个嘴说不定就把这个事给说出去了。受了委屈你不说的话，会很难受的。遗产还没拿到，如果陈家在洛上苛待亲女的名声，以后在京城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行，那你去说，爸，咱不给他钱。闭嘴！我答应你。谢谢陈总。陈总大气，记得给自己要点医药费哦。月月，你这次真的做错了啊！你怎么能找人伤害你姐姐呢？妈，我的生日宴都毁了，你还向着陈星说话，你不爱我了。哎呀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可是你更爱姐姐，我的生日宴都毁了，你一点也不在意。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会不在意你呢？
这样你不是喜欢那匹小白马吗？妈妈这就安排人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毁了我的生日宴，用一匹破马就想打发我，果然不是亲生的，就是不一样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哎呀，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雪不是故意的，你不会跟一个畜生计较吧？既然是畜生，我当然不计较。你得意什么？你马上就会被赶出陈家。哼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站住！有事儿？你没看见月月在伤心吗？看见了。给月月道歉。你脑子有病吧？星星，宴会的事情确实是月月做错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这次你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，那好歹是一条生命啊！什么生命？生日宴的事儿，我说了，你们拿钱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我很有职业操守的。你还在这装？我知道你嫉妒我们都对月月好，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的马给弄死呀。马死了还装呢？啊！现在马上过来，给月月磕头道歉。那天你逼着他给你磕头道歉，今天你要100倍还回来。喂，我逼你磕头了？算了，哥哥，你别为了我跟姐姐争执了，我没事的。我就是心疼小雪。我知道下午她差点撞到你，可是你也不能杀了她呀，她还那么小，太可怜了。哎，都闭嘴吧！别好了！你说我杀了你的马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小雪她是无辜的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受委屈。既然你给我戴这个帽子，那我就只能把这个罪名坐实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那马已经死了。放手！放手啊！放手！可惜了，应该多抓点的。这就是一个疯子呀！必须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你觉得精神病院愿意收我？血！下次再污蔑我的时候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条命吧。喂，我们是不是一个爹妈生的？怎么你们一个两个的都蠢成这个样子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想要爷爷留给我的家产，我要是被赶走了，分家产给他？蠢货！月月，爸，你看，就他那个样子，把遗产给他，他能还回来吗？如果先让他领到遗产，然后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，这样爸爸是不是就能顺利接管？可是，妈，你刚刚没有看到吗？他差点杀了我！你
想让我死吗？那好吧，但是一定要找一家条件好一点的医院。如果治好了，我们一家还有团聚的日子。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院，日日被折磨，生不如死。那就尽快做好准备，拿到遗产，送他走。星星啊，这是你爷爷生前给你留下的遗产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理应交给你，啊。我们小星星就是上天赐给爷爷的宝贝，以后啊，我们陈家都是你的。我们的小阿星啊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爷爷啊，就是你的靠山。爷爷，那我要是想要天上的星星呢？没问题啊，爷爷啊，这就找人给你订一颗星星项链，送给我们的小阿星做生日礼物，好不好啊？好。爷爷临走时还说了什么？你爷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们一定要找到你。可就算是他不叮嘱，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你。那些年，爷爷让你们找我，你们有了林月后阳奉阴违。如果不是为了陈家这一半家产，你们早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恨不得死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给你们丢人。星星，要是星星能把财产交给陈家管理，应该就不会被送到精神病院了。星星，你这些年在外面长大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这么多资产你也管理不好，容易被骗，不如委托给你爸爸，让他替你管理。你呀，就安心做你的小公主，好不好？妇人之仁，想让这个孽女拿出家产，就不应被送到精神病院。可惜，那个孽女怎么可能如她的愿？陈夫人，这是爷爷留给我的家产，那就是随我处置。我不管是扔了、丢了、毁了，都得看我的心情，跟别人无关。星星，走。李队长，上次我让你查的那个电话号码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都听到什么了？也没有听到多少，就是听到你要找人弄死我。那是一个长期活跃在 M 国的号码，初步判断是拐卖组织的重要人物，正在进一步锁定。我感觉他们要动手了。啊？那我现在就安排你撤离。不用，如果我现在走的话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我要逼着林月和那边的人联系，这样我们才能一并把他们都抓获。星星，你不要乱来，不要冒险啊！放心吧。星星，你在吗？静。星星，我给你做了一碗你小时候最爱喝的桂花杏仁露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妈妈做的杏仁露最好喝啦，星星还要。小馋猫。
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月月不爱喝杏仁露，我许久没做了，有点生疏了。星星，要不我再重新给你做一碗吧。陈夫人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谁吗？他不是好人，也不是坏人，而是那些想做坏事却又狠不下心的人，想做好事抵不住心中恶念的人，最后只会两边受伤。哎，你又抛弃了我一次。星星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行了，别发疯了。本来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，宁愿求情给你送到最好的矫正中心。去了以后，好好改造，别整幺蛾子了啊！星星，听你哥的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你好好改造，总有一天你会回到我们身边的啊！星星，亲人，你们说这话不觉得恶心吗？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坏种，压根儿就没有心。陈夫人，当年你给我唱的那个摇篮曲，你给林月唱过吗？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星星啊，妈妈喜欢你。那是我自己编的，你走丢之后我没再唱过。我唱过，被拐走之后他们把我关在单面的玻璃房里面，外面都是看客，他们鞭打我，以虐待我为乐。我哭喊求救都没有用，所以每当我坚持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唱这首摇篮曲，给自己力量。这首歌除了你，我还有外面的那些看客。可前天我听见林月房间，听到了林月在哼唱。只要把那个死丫头送到精神病院，我就能合理接管这些财产。爸爸，喝茶。还是月月懂事。爸爸放心，只要姐姐被送到矫正中心，那边立刻就会把鉴定报告打给我。唉，姐姐也真是的，明明是从乡下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偏偏要霸占家产，万一被人给骗了，
那陈家的百年家业岂不是都毁在他手里了？哼，我就当没他这个女儿。陈星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跟我争的下场。妈妈，哥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陈星呢？他上飞机了吗？你们不用去送他吗？妈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弄疼我了。哥哥，妈妈这是怎么了？妈，先放手。妈妈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陈星呢？陈星送走了吗？你在找我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被送到精神病院了吗？哥，你为什么没有把他送走啊？你为什么总想赶走我的女儿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在说什么？哥，你别喊他！我问你，我女儿走丢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拐走了我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我只说林月会唱歌谣，他竟然自己猜到是林月把我拐走，看来他也不傻。之前对林月的维护并不是因为被蒙蔽，只是单纯的偏心罢了。你说什么？是他拐走了我的女儿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妈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你先别这么着急。妈妈，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？不对，妈妈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了？陈星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？你到底跟妈妈说什么了？你看到了没有？陈星就是这么欺负我的，他就是因为嫉妒我，所以才一次一次的诬陷我。哥，连你也不管我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唱那首歌？什么歌啊？妈妈，为什么你们送陈星回来之后就都变了？他到底跟你们说什么了？就是那首我自己编的给星星的摇篮曲。你为什么会唱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唱过。什么摇篮曲啊？想起来了，这首歌只有我和陈夫人知道，陈夫人没唱过，只有我被拐卖之后被人虐打取乐的时候唱过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真的是你？不是的，我真的不会，都是陈星诬陷我的。妈，你听过我唱什么摇篮曲了吗？我真的不会，都是他不想走，所以诬陷我的。够了，陈星，今天不管你在耍什么手段，我也不可能再留你。来人！等等，把他给我送到精神病院。等等，不行，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不能就这么送走星星。你还要调查什么？自从他回到我们家，
我们家有一天清静过吗？我知道你心疼这个女儿，但月月也是我们的女儿，不能为了星星一个人，毁了我们最后一个女儿。逆女，逆女！陈总，你这么着急的把我送到精神病院，不就是想用你这个父亲的身份夺走我的资产吧？你这个父亲，你觉得你配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看清楚了吗？陈夫人，看清楚了吗？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星星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在狡辩？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这首歌。来人，把月月给我押下去，报警！报警？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。等等，醒醒！你放心，哥肯定给你个公道。公道？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这个人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不喜欢随便给人扣帽子。既然林月说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那我们就听他好好说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林月，你可别让我失望，好好编。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这首歌。当年，星星，星星，妈妈星星，你别走！星星在，星星星在，星星，星星，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星星。当年，妈妈因为姐姐走丢，每天以泪洗面，最后终于病倒了，连做梦都喊着姐姐的名字。我每天都守在妈妈床边，所以我才听到了那首歌。妈妈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卧床的那段日子，我不吃不喝，每天都陪在你身边的。神贩子出身就是不一样，戏真好。行了，事情既然调查清楚了，就别跪着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信了？对啊，我当然信了，毕竟这可是你们陈家一手带大的嘛。哼！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，以前他说什么你都信，现在我都信了，你却不信。行了，我困了。你这药啊，下得够猛的。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既然月月没有撒谎，那你也该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陈总，你觉得我要是不想走，就这些人，谁能把我带走啊？给我起来！今天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不行，谁也不能带走我的星星！你疯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你妈拉开！行了，别磨磨唧唧的。陈总，收好你的算盘。只要我在陈家待着，那这个资产就还算是陈家的。如果我要是走了，这资产可要被捐出去了。捐赠协议我给你发过去了，你好好看看。
就是你生的好女儿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月月说的是真的吗？这首歌真是我在说梦话的时候学会的。星星为什么突然就不追究了？妈妈，啊，月月，今天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们都先冷静一下。你先回房间休息吧，啊。哥，听妈的话，先回去。妈，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你派人去调查一下从林月出生所有的经历，无论花多少钱，必须事无巨细。明白了。可是妈，如果月月真的，咱们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他害得我的星星吃了18年的苦，心安理得享受我的宠爱，霸占星星的一切，我绝不姑息。我陪在你们身边18年，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就要毁了我，那就谁都别想好。哼！李队长，今日后陈家就会调查林月的背景。林月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往，必定和那边人联系，可以收网了。你还好吗？我为什么不好？坏人马上就要伏法了，我开心的很。鱼儿上钩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是林月，带我去见屠夫长。走吧。大哥，你来干什么？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多么美妙的声音啊！陈默会派人查我的履历，万一被他们查到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他们哪能查出个什么？况且你的履历做得天衣无缝，他们查不出什么呀。你在陈家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没有把陈家拿下？陈星回来就分走了一半的家产，是不是你大小姐坐上了瘾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没用，当年竟然把他给放跑了。你是在指责我？不敢，我不敢。
不要激怒我！叫我！叫！我最喜欢听你们叫！把这个给陈星，里面有定位。还是小阿星最有趣。小阿星，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星星，你在吗？有事儿吗？啊，我给你做了一碗桂花杏仁露。陈夫人，你打算这次在里面加点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不用这样，我觉得我们之前的相处模式还挺好的。反正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，你就当我不存在就行。你要去哪儿？姐姐，你就算有什么不满意，也不能对妈妈动手啊！她毕竟是长辈。没事的，星星不是故意的。妈妈的手都烫红了。哦。妈，陈星怎么能这么对您？您看把您的手烫的都红了。别这么说，星星也不是有意的。妈，你这手得赶紧上药，不然发炎了怎么办？月月，但愿真的不是你拐走了我的星星。这戒指碰到药膏会氧化，我先给您取下来。啊，这个戒指啊，是我跟你爸爸结婚时的戒指。星星小的时候啊，最喜欢拿着这个戒指玩了。来，好了，妈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嗯。当你知道陈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偷，一定会厌弃他。到那时候，陈星消失，你们也就只会觉得少了个累赘。我还是陈家千尊万贵的大小姐。你不是喜欢戒指吗？那我就送给你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
没干什么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只是看你的手机旧了，想送你一个新手机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也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能留在陈家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安安分分的，绝对不会再跟你抢爸爸妈妈。姐姐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姐姐，那我帮你换手机吧。好。好了，姐姐，你看这上面有很多新功能的，你可以把它和它放在一起。姐姐，那你自己试试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好。等着吧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这定位器做的真不错。妈，你找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戒指不见了，那可是我跟你爸的结婚戒指。哎，那天你帮我换药的时候，我摘下来了，你放哪儿了？就放在沙发上了，您没有收走吗？这可不单单是您和爸的结婚戒指，还是奶奶给你的传家宝，这丢了可怎么办呀？哪儿去了呢？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哎呀，没有啊。对了，我昨天好像看到姐姐进了您的房间，不会是她拿走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您不是说姐姐小时候喜欢这个戒指，不然我们去问问姐姐吧。不用。星星怎么还没下来吃饭？哼，吃个饭也让全家人等啊！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小姐白天出去还没回来，整天往外乱跑，哪有点千金大小姐的样子啊？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是在说我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出去这么久饿了吧？快，坐下吃饭。今天的菜还挺不错的。来。哎，你手上的戒指呢？上次妈妈特意做的杏仁露去给姐姐送去，不小心被姐姐打翻了，弄伤了妈妈的手，就摘下来了。不知好歹，那毕竟是陈家的传家宝，陈家主母的象征，你还是戴上吧。嗯。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维护这个女人？姐姐啊，我知道你喜欢那枚戒指，但那毕竟是奶奶送给妈妈的传家宝，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戒指，你不能不经允许就拿走的，你还是还给妈妈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戒指你拿走了？爸爸，姐姐可能只是喜欢，不知道那枚戒指的重要性。你的意思是我偷走了戒指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
我只是怕爸爸误会姐姐。够了，戒指是我给星星的。妈，多谢陈夫人好意，不过撒谎不是一个好习惯。我对戒指没有兴趣，不过妹妹，你送我的那个手机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听见了吧？你想帮人家解围，可人家不领情啊！去给我搜，品行不正之人不配做我陈家人，更不配继承陈家的家产。爸爸说的对啊，那个戒指毕竟意义非凡，不能就这么丢了。姐姐应该也没意见吧？我没有什么意见，只要别影响我吃饭就行啊。哼，搜。走。哎，找到了，走。哼，这次爸爸一定会把你赶出去的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不是在大小姐房间找到的。怎么可能？确实不是在大小姐房间找到的，是在林月小姐衣柜里找到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吃饱了，没有我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林月，我们陈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要一次一次的陷害我的星星。妈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姐姐陷害我。不是这样的。够了，我陈家容不下你，你走吧。妈，滚！李队长，林月被赶出陈家，找人跟着他，他一会儿去找那些人。不出去走走，怎么对得起这么先进的定位器呢？星星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！我要去商场逛街，应该不顺路。我们星星不喜欢别人触碰。逛街啊，我最擅长逛街了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好吧，走，走。怎么样？林月的履历天衣无缝，她确实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成绩优异，人缘极好。但是有一个疑点。什么？当年丽见我爸妈收留林月的那个福利院院长，在林月被我们家收养后不到1个月，就办理了提前退休，带着全家移民去了国外，从此杳无音讯。杳无音讯？是的，这太巧了。现在掩盖什么？现在你马上查那个院长，我要他所有资料。好看。这个颜色也不错，这件。算了，反正要给那些人留足下手的时间，总要在商场待着，试试就试试吧。这个也好看，试一下吧。小姐，试衣间在这边。
好看，好看。哇哦，这件也不错，都好看。你好，全部打包。好的，夫人。星星，你不上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。啊，既然林月一直不去找那帮人，那我亲自去找好了。李队长，10分钟后定位我手机最后的落点，应该就是他们的老巢。还不出来吗？查到了！怎么样？快告诉我，月月跟那个院长没有任何关系。这边查到的资料显示，这个孤儿院以前经常发生莫名其妙孩子失踪的事情，而且都是女孩。都是女孩。接着说。是这个孤儿院的院长把这些孤儿卖给人贩子。不仅如此，这个院长还是境外贩卖人口组织的成员。林月她是什么？根据资料，林月其实是这个院长的女儿，且多次以走丢儿童的身份帮助拐卖集团诱拐落单儿童。陈总，你先出去。就在前面，跟我走。我居然把拐卖我妹妹的凶手当成我亲妹妹，养了18年，18年，还因为他差点把星星赶走。我真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不行，星星现在还跟那群人贩子在一起，不能再让他受任何伤害了。我没星星电话，我妈，喂，妈，星星才是我亲妹，你快去找她。小娘们儿还挺能打，走。星星，放开我女儿，放开！星星，妈妈这次一定会救你。住手！怎么样？除了一处被电击，身体其他地方并没有受伤。没受伤，没受伤为什么还不行啊？你是不是就是个庸医啊？你到底治不治得好他啊？我要换医生，要是因为你耽误我妹妹的治疗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妹妹不是林月吗？
这是我的家事，你管得着吗你？陈星是我的病人，他有很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每天要靠大量的药物才能入眠。你说她是你妹妹，这些你知道吗？创伤应激障碍。你说什么？因为陈星在被拐卖这些年，遭受了无数的非人虐待，被电击、鞭打，官司过去之后，又被冷水泼洗。有一次，他被卖给了一个变态的老光棍，那个变态的老光棍喜欢把虐待的过程录下来，陈星不堪受辱，一次趁老变态解开锁链的时候，把老变态给勒死，才逃了出来。最后，陈星被送到诈骗园区，他是抱着必死的心态烧了园区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刚被解救出来，一言不发，每天只对着窗外发呆。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让他开口说话，告诉我他的家在哪儿。不对啊，我们是从山村里面把他接出来的呀。那是因为他不想回家。不想回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不应该问问自己做了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刚走丢，你们就迫不及待地将人贩子领回家，认为养女，没有一个人在意他，记得他的家。他为什么要回去？可是，他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他为什么要到山村里去呢？因为陈星是执法队的线人，他以身作诱饵，连续帮助执法队破获拐卖团伙。这一次他去陈家，就是为了找到林月背后的人。那要这么说，他早就已经知道林月是拐卖他的人贩子了。商场里的人就是人贩子。陈星本来打算以身作诱饵，带我们找到人贩子的老巢，没想到陈夫人突然出现。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女儿做这么危险的事？我的星星，不要过来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放开我！星星，妈妈在呢！妈妈在呢！不要让我放开我！星星，妈妈在！放开我！妈妈在！我哭喊，求救都没有用，所以每当我坚持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唱这首摇篮曲，给自己力量。妈妈在，睡吧，我亲爱的星星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一直在。贱人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你个贱人！我求求你别打了！连求饶的声音都这么难听，贱人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别打了，别！贱！给你3天的时间把陈星给我带回来，否则我就把你扔到那帮老变态那儿，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哼！陈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星星，妈妈错了，我的星星还这么小，被欺负了，一定喊了无数声妈妈，可我在哪儿呢？把拐走你的恶魔当成宝贝一样疼爱，他却让我的星星在地狱里受折磨。
我的星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却嫌他粗鄙、不懂事，扰乱了家里的平静。我才是那个该死的人。星星，妈妈错了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错的是那些恶魔，是我们。星星，你醒过来吧，亲眼看着那些伤害你的人受到惩罚。星星，星星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你不该救我。我知道，我打乱了你的计划，可是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孩子被坏人带走呢？星星，妈妈求你了，不要再把自己陷入危险当中。你一个人被坏人逮到老巢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李队长，他们会及时赶到，我不会出事的。气色不错，我身体倍儿棒。啊，我去护士站看看是不是可以出院了。怎么样，想通了吗？打算原谅他们？不会。18年，我被绑在椅子上挨鞭子的时候，他们在给林月庆生；我抢狗碗里的饭吃的时候，他们在带林月吃米其林；我被电击到晕倒的时候，他们在给林月讲故事。这些都不是一句对不起，我错了就能够弥补的。他们不欠我什么，虽然他们生了我，但是没有养我，所以我也不欠他们什么。就这样吧，我不恨了，恨着太累，我也不会原谅，原谅太廉价。你想通了就好。喂，贱人，你还真是命大，还没有把你们这些败类绳之以法，我当然死不了。你早就已经认出我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就是个被抛弃的可怜虫罢了。你给我打电话，就是为了逞口舌之快？想知道你爷爷是怎么死的吗？那你就一个人到天台来，别报警，否则你这辈子也不可能知道真相。别去，小心有诈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。就算不是为了爷爷的死，我也要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只有他知道那些人的老巢在哪里。星星呢？去见林月了。我来了。
陈星，屠夫章的鞭子好受吗？电击的滋味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就是个被玩烂的婊子，凭什么还能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活着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那个老光棍录的视频。看你脸上的伤，我曾经遭受的一切，你也尝过了吧？你为什么不死在外面？凭什么你一生下来就是千金大小姐？凭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是人贩子？老天凭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？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怪老天。你是陈家的千金又能怎么样？18年，你还是把自己活成了阴沟里的老鼠。说，我爷爷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说！哎呀，小阿青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星星呢？你把我的星星弄哪儿去了？星星，当然是被带到他该待的地方，然后享受没日没夜的鞭子折磨。我们到底哪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待我的女儿？他生的比我好就是错，就是对不起我，就该死！畜生！畜生！嫌犯有同伙，显然一次被劫持，封锁所有出入口。你们两个留下，我们走。我会在地下等着陈星。小星星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。哎呦，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小星星。去死吧！妈的，还是什么脸？怎么样？我们封锁了所有出入口，没有发现陈星，他会不会还在医院里？那些人的目的是带走陈星，绝对不会把他留在医院里。去，把1个小时内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调出来，一一排查，务必找到陈星。已经在查了。找到了，在我们封锁出入口的前2分钟，一辆面包车从西门出去，可以看到陈星就晕在后座。去，务必找到这个车辆的位置。是。陈星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小阿青，欢迎回家。还记得这个椅子吗？还记得这面镜子吗？熟悉吗？是不是很怀念啊？说话呀！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之前哭嚎的样子
怎么没有了？说话！叫！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我让你叫，给我叫！就这么点力气啊！当年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什么？还有，沙星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学的东西不少啊，骨头硬了，爪子也利了，不过我好喜欢你这样挣扎反抗的样子，是比之前只会哀嚎要有趣。喜欢？那不如我让你也尝尝被绑在椅子上被电击的滋味儿。沙星，你不要那么心狠，你留下来陪在我的身边，我把林月送给你，你随便玩，好好玩，好不好啊？那我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这一刀是为了曾经那些被你折磨过的女孩收的利息。沙星，哭是你们这些贱种唯一的价值，你哭不出来，我就打到你哭。给我滚出去！沙星是我一个人的，你只是我一个人的猎物，谁也不准碰。今天我亲手撕碎你，看看这么多年你骨头是不是和以前一样脆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被踹断肋骨的感觉。你们再不上，你们的老大就要被我给打死了。不愧是我看上的猎物。去死吧！不要！不要！星星，杀了我！为什么不杀我？星星，不要！他有罪，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不要脏自己的手。杀了我！你跟我明明是一种人，天生的坏种，为什么不杀我？杀你！我要让你活着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让你亲眼看着你搭建的地狱
彻底崩塌！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林月未遂自杀，孤儿院院长在 M 国落网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走，小心点。快点！抵制城市，倒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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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总，陈家这人贩子做女儿，是不是也参与了人口买卖？陈氏的资产是不是靠贩卖人口所得？抵制城市，倒闭！陈总，林媛小姐是人贩子的事情在网上急剧发酵，现在陈氏股价已经跌停，咱们得想办法赶紧阻止，不然陈氏的资产会蒸发几百亿的。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公关部是干什么吃的？公关部已经尽力在撤热搜，可是这件事情发酵太严重，根本压不住啊！陈总，又怎么了？陈星小姐竟然是打鬼英雄！如果外界知道陈星小姐是咱们陈氏的大小姐，那舆论一定会反转的。太好了，快备车！是。一切正常，都是皮外伤，好好休息就行。好，星星，你辛苦了。妹妹，以后别干那么危险的事儿了，有什么困难跟哥哥说。星星，好点没啊？爸爸最近工作太忙了，这么晚才来看你。公司出这么大乱子，你怎么现在还在这儿待着？公司再乱，也没有星星的事情重要吧？哎，是啊，你说的是。陈总大驾光临，还是直言说是吧？啊，星星啊，你也回来有些时日了，也该认祖归宗了。这样，明天我就召开发布会，对外宣称你就是我陈家的大小姐。你呢，只需要露个面就可以了啊。陈总，你是想让我认祖归宗呢，还是想借我的身份让陈氏起死回生啊？星星啊，你也是陈家人，为陈家分担，你也有一份责任嘛。陈山河，好啊，星星，你别怕，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赵美秋，我看你是不想再继续做陈夫人这个位置了。是，我是不想做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绝对不会跟一个利用我女儿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行了，你们想吵的话就出去吵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星星，你好好调养身体啊。陈总的意思是，打拐英雄陈星是陈家的真千金？是，陈星是我陈家大小姐，也是我陈山河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我陈家从来没有助纣为虐，反而一直在助力打拐行动。那陈星小姐怎么还没出现？我的女儿还在住院，现在不方便过来。啊，原来是这种情况。对啊，这理解啊。没错。哎，你看，我女儿没有来，但委托我来了。这委托母亲来了。陈夫人来了。赵美娇，你别多事啊。我女儿录的视频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快看！我确实是陈家的真千金，陈家养女林月就是当年拐卖我的人。
什么？对对竟然说起拐卖他的人居然被拐卖过！我今天不是认祖归宗的，我是来和陈家断绝关系的。断绝关系，快拍下去！是吗？快！我手里持有的陈氏股份和陈家所有的资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这些资产全部都交由第三方管理，每年的经营所得会无偿的捐献给全国拐卖救助基金，用于被拐儿童有魄力、心理康复与治疗。是啊，好，了不起！好，我已经和陈山河办理了离婚手续，我将我名下所有的资产全部无偿转让给陈星。作为母亲，我欠了他18年的陪伴和保护，余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去补偿，助力打拐，不让更多的孩子重蹈他的覆辙。好，做得好，讨厌的，好。那边的治疗团队很专业，相信你不久后一定能走出阴影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拐卖团伙被连根拔起，李队长说爷爷的死因他调查过了，没有疑点。最后的心事已了，我应该向前看。未来的日子，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。